開戲數量下降，觀眾人數減少，票房下滑，業界都覺得香港正處於影業寒冬。開戲嘅人少咗啦，咁所以拍攝嘅數量都少咗啦，咁票房下降亦都係戲院亦都會少咗啦。咁呢個都係香港目前個市道入邊都幾大嘅挑戰。近年串流平台盛行，為咗配合呢個趨勢，香港電影發展局推出咗串流平台內容開發計劃，希望香港嘅電影從業員可以投入呢個新潮流。呢幾年疫情之後咧，成個電影嘅市場係起咗好大變化。Netflix、Disney Plus 呢啲全部係當時係爭取到好多觀眾。咁其實呢樣嘢就一路發生緊嘅。我哋以往就係一路支持就係電影院上映嘅電影，但係呢一個串流平台既然係一個潮流，我哋唔可以忽視佢嘅。香港電影仲有咩挑戰，又有咩出路？新報人有詳細報導。